靠擺上程度啦。咁佢晃動咧就叫比較大咧，其實。睇兩張換起身叫佢經驗真係好豐富啊！你見佢所有嘅動作咧係做得好細緻之外咧，好小心，盡量避免啲大意嘅失誤出現。亦都係每一個靜止動作咧都係停到2秒或以上啦。做足晒嘅。佢初賽咧以第2位嘅成績僅次陳一冰咧殺入嚟到決賽嘅。哇！我又見到呢位嚟自天津嘅靚仔哥哥，冰王子嘅美譽啊！陳一冰暫時15.858分，企咗第1位。嗱，再睇翻咧就係意大利嘅摩蘭迪。上水平受戰，但係相比起陳一冰咧，佢嗰個靜止嘅時候個姿勢咧，仲係有少少差誤啦，係啦。因為好難嘅呢啲所謂水平十字啦嚇。其實好幾個擺動之後成靜止嘅。